今日睇呢套咧，位於中山市嘅火炬區呢一邊，總價120萬，之前咧係170萬、180萬嘅，成間屋142方，門口有間房全贈送嘅，可以做到個格局咧係4+1房，話呢個進深非常之抵玩啊，同嗰度到嚟呢度成20米咁長。嗱，入邊咧係4間房嘅，呢間房就剝咗啦，做翻個書房。陽台都非常之開揚㗎，可以望埋啲山景啦，同埋隔離嘅高鐵站咧，距離呢邊嘅話大概就10分鐘左右個車程。中心北站啦，呢啲都非常之近嘅。咁啊過到去深圳咧，都係隔住一條深中通道，嗱30零分鐘、35分鐘就可以去到寶安機場啦。嗱，港車北上咧非常之方便，同埋咧大型嘅 Coco City 商業百貨咧，同埋德能湖公園啦，同埋呢啲比較市井嘅街市啊，同埋呢個商業步行街，全部都喺晒樓下嘅。咁啊有興趣咧，82萬嘅總價，嗱首期都係10零萬，有興趣嘅朋友 call 我，帶你過嚟望一望。